大家好，我哋係 JJM，歡迎又嚟到呢個頻道。上一集我哋搭火車嚟到伊茲密，先帶大家睇返伊茲密火車站個環境，睇下我哋酒店房望出去嘅海景。而家望出去就係愛琴海，book 呢間酒店就係為咗呢個海景。今日第一個景點係伊茲密鐘樓，我哋可以沿住海邊行過去就可以啦。順便睇下有冇早餐食，一邊欣賞風景，一邊介紹下伊茲密呢個城市。伊茲密位於愛琴海伊史密灣東南角，係土耳其第2大港口，亦係土耳其第3大城市。土耳其最大嘅城市當然係伊斯坦堡，首都安卡拉就係第2大城市。伊茲密鐘樓就喺呢個碼頭對面，但見到有餐廳，當然要食咗早餐先啦。一個土耳其標準嘅早餐，當然包括麵包、芝士、水果、果醬同朱古力醬啦。特別講下呢個圓形嘅芝麻麵包，喺街邊小飯攤檔都可以買到，味道唔錯㗎，又抵食。食完早餐行過去 Connaught 廣場，就見到伊茲密鐘樓位於廣場嘅中心。鐘樓由法國建築師 Raymond Charles 設計，建於1901年，以紀念阿伯杜勒·哈米德二世登基25週年。時鐘就係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贈送嘅禮物。既然打完卡影完相，呢度冇貓餵，就不如餵下白鴿啦。跟住我哋就去伊茲密一個非常大嘅市集，喺 Connaught 廣場附近，行過去唔使10分鐘。如果大家嚟到伊茲密，強烈推薦過嚟呢個 Camarote 市集行下，因為如果同伊斯坦堡嘅市集比較，我自己覺得伊茲密呢邊係比較悠閒啲，同埋冇咁多遊客，行街嗰陣都比較舒適，揾餐廳食嘢都好多選擇。喺呢個市集入面，都有一個古老建築物，赫茲拉爾柯斯客棧，係一個奧斯曼帝國時代嘅建築，喺1993年修復。入面除咗紀念品店，仲有一個露天咖啡室。穿過赫茲拉爾亞斯客棧，可以去到希薩爾清真寺。呢個清真寺建於16世紀，喺19世紀完成重建。介紹下呢個土耳其特色小食清口釀飯，味道又真係唔錯。我食呢間個價錢係400里拉，係值得一試嘅街頭小食。市集入面有好多呢類果汁店，有唔同水果可以選擇，價錢大約60到80里拉，啱晒中意飲果汁嘅人。喺度買咗唔少紀念品同飲食之後，我哋就出發去士麥那露天博物館，由市集步行過去都唔使10分鐘。大家揾到一座都幾大嘅停車場大廈，就會見到士麥那 Smyrna 露天博物館。喺呢個博物館可以參觀士麥那古城遺跡。史麥拿曾經係古希臘城市，因為良好嘅港口條件，
當時係古希臘嘅中心同戰略要地，但經歷多次戰爭後，喺大約公元前540年被摧毀，直至公元前340年，亞歷山大大帝決定重建士麥拿，選擇咗柏過斯山山坡作為重建城市嘅地基，由此建立嘅新城市被稱為新士麥拿。去到羅馬帝國時期，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繁榮嘅大都會區。至於喺宗教方面，史麥拿係啟示錄中提及嘅7間教會之一，顯示咗佢喺古代基督教中嘅重要性。到咗公元178年，呢座城市遭受到地震而破壞，之後喺馬可奧勒留皇帝嘅大力支持下進行重建工作，所以現在喺古城見到嘅建築物，大部分都擬建於公元2世紀後。行完古城，我哋就再經過市集返去酒店附近，因為喺海旁度有一啲咖啡室，有戶外位置可以睇住海景食嘢。我哋決定喺度食完下午茶先去機場，晚餐就去到伊斯坦堡再食。雖然喺伊茲密嘅景點唔係好多，但係可以喺度放鬆一下，享受一下慢節奏嘅生活樂趣。喜歡歷史嘅亦可以喺伊茲密過去以弗所。至於 Camp-Alti 市集，我個人認為比伊斯坦堡嘅市集優勝。然後就係土耳其嘅最後一站伊斯坦堡，3日2夜去咗邊啲地方？啲門票係咪好貴？請留意我哋下一條片，希望大家 like 影片同 subscribe 頻道。再見。缆車下方就有一家溫泉酒店，這些氣候較寒冷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人們來這裡接受治療，適用於膝蓋。